迄日王的时，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下的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：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会伫倒落？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，较来要拜伊。当因伫要去的路上，忽然伫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，到平安的所在，就歇伫迄顶面。因看见迄粒星，欢喜到袂固定。主啊，请你立奥妙的情形应所阮，有情愿行过遥远的沙漠，互阮看过怀疑阮甲星星无白白勇敢的高山，寻出阮智慧，通一生分对你的情光，当阮带恶乐的礼物到你面前时，就阮通找到人生真实的目的。小弟。